歡迎收睇香港白領中午都食啲乜嘢？晏晝12點準時收工，出發挑戰100蚊食深圳天花板地標美食椰子雞餐廳。午市選擇都幾多㗎，有剛推出嘅椰香文昌雞飯套餐，午市 A 款單人餐、B 款單人餐，女仔食唔晒仲可以揀午餐單人餐，精選辣味煲仔飯或者家鄉炒米粉一份，超划算，加15蚊特調凍飲任選一杯，108蚊一份嘅椰香文昌雞飯套餐真係好火爆，皮蛋肉滑，雞油飯香到不得了。酸辣牛帶酸爽提鮮，精選套餐 A 款單人餐，一人一鍋超抵食，記得調個靈魂醬汁，沙薑加小米辣加青檸，食雞之前飲啖湯，濃郁嘅椰子湯底，鮮甜無比，正宗文昌雞。海南自有基地直供，點埋靈魂醬汁，雞肉滑溜。食完飯，午休時間都未結束，休閒之餘仲可以傾下八卦，留言區留言有機會拎到福利周邊哦。